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有一块古早台语歌，歌名叫《落声呐响》，歌词就唱到“定里水，爱人啊准要开”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“定”，读倒影定第7条。读定这是读鼻音，文音是定。古早台语字典解说定，就是用石头和船袂起起，或者是白石头和船袂行，咱讲是石定。像讲新北市就有一个地名叫做石定啊。一般咱较常听到是读鼻音定，字典解说定就是船苗，解说讲是有3支起的船定，甲定等入去到水底，互船会知，咱讲是趴定，甲定山顶动，也就是沙定，甲定拖咧行是拖定。另外，古早计算金银，才会贵重金属重量的单位嘛是定，像讲一定银定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起定，这个意思是甲沉入水底的船定，甲伊拖起来，或者是讲甲绑伫咧石条，才会锁啊透开。第二个词读做趴定，咱头前讲到这个意思是甲定等入去到水底，互船会去当载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出外游览，拢爱听导游指挥甲交代。像讲坐船游湖，都爱等趴定了后，才会当落船。啊，若起定时，嘛爱先坐好势，莫徛咧，才袂跋倒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定，这是鼻音；另外文音读做定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